其实个窗口平台知音个朋友，跟上大家嗨，后日收看周一六特别节目。今朝呢，就特别请来善良来做客，善良辛苦呢长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六呢，就在带大家聊关于吃个话题啊，欣赏呢关于吃个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个上面一期节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道来进入今朝个实际上个平台。对啦，其实饮食文化当这个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，也开始吃只，刚刚养出来，那么1个月满个这只是噶。留下来2个对吧？上满个。100日天吧，叫8日追。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成人里只是噶。开去大学也小事意，那么吃着。代理嘛，一回那也吃是噶。大学也吃。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那么再新婚，再办3年吃，结婚吃，对嘛养子女吃。我留了20大岁、60大岁、周岁过生日也吃，50大岁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去的，搿嘛也吃，还吃，吃搿个哇，对五饭，人家非要避讳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所以你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。但去也要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只要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得呢？对个，所以讲你啦，搿闲话啊说得好，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2桩大事体，一个食吃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了，不是色哒哒的，色这个色，啥个色呀？啊。喜欢美好的东西颜色的意思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呢，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样事体大不过一个吃。是个样。是个无罪不仁义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背呀谁吃来罪？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，是也当想当着，夫妻不和着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冲头点，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有啥经验推了？那我个表兄来3个呀，你也欢喜吃醉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2个把出去嘛，衣裳不脱了，汽车浪了啥，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个聪明，你晓得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得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也晓得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马上浪向晚上去，接着困得一半，让打昏的味道，突然之间，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我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高嘴巴把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也好了。那西瓜子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也像马三门吧，说是句美，背是句夸，高嘴巴还分开口，搿最句谁开口？你干啥？讲话的啦，什么我？你落得那个女人，给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家之物，有些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那个种女人非来勾引我，给我滚开点！你家之物一听感动是感动不叫这些，我个女人哎呀有良心啊，忍住痛，一声不响。重新把在床浪向困觉，等到早浪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鸡蛋、牛奶、蜂蜜，拿过去，或者来个起来吧，还是来吃牛奶吧。他们的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感动的泪水。你看，一种人就不晓得啊。来自以为吃借酒吐真言。好像是讲是吃太子最瓜子，个真爱话，我心里想追我瓜子户，你到外头个女人来打我饭，一种人是的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节日也吃不同这个罪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罪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讲的是该。那么善良，接下来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？是有目的的吃，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一只节目就是灭金凤，男歌为美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
做媒嘛做媒，哪会得用男狗来做媒？咁但是哪做啥呢？太太，你做媒人嘛，你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媒人过来，是该教人咁来喊点钱，该教人咁啥个点钱，你那男狗会得做媒人？哎，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媒发展比较直观。对对对。那么一起来看一看。好的。王西母西西山青的地当里，南王里向八气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本一路狗头无黑黑。不是王西你个良心特别好，你那有手举了啦，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黑的，班上的都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鸡。吃到现在分吃上，那么现在一个月请一个事业吃，就一拍一命运。谁都知道一台这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爷啊，那你个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，是蛮嗨啊！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，八朵地旁，风浪有后台，哦哟。老身跟王队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信任口。是呀。当中，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讲，扒了还太上一的。软骨啊。软骨。哎。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货么？拿7、8多年。领导。给点小摊。啊，晓得。我给点晓得。哎呦，王姨啊。搿张软骨啊。是个。软骨还没事。你新朋友啊。是哇，那口里向太后蹦蹦杀，哎呦，骨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这个冻干了去。上口。哦，上口啊，哎呦，这个王渣渣的啥名呀？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个。比较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啊。这个油不溜兮兮的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滴滴，团团圆圆。牛滴滴，头头悠悠。是个。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姐歪神，来得谁一口？不错。这个呢？八个。这个。哎。这个是婆婆掌。七节婆婆掌。还听见。不错，谁能？我的个啥？这个是金链条。淑芬。那叫力量的。对个。金力量。好听蛮好听，确实唔少接地带爸爸。哎呀，王姨啊。那哈。你到西房里向狮子师傅，弄么子弄得不清爽。啥货错？那没喝到南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了还。啥货？那这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这来内元本在。那个？这个不是银油，这个是海参。海参。哎。我当你言语的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哎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啊！上口啊，大鱼分吃够了。哦，王姨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的满足块，你给他客气。用个香牙块，请没请我吃鱼鱼，个头面记得松的都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到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啊，买这个香牙块啊，要出门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牢的。我香牙块要出门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。不错。不但挖着，这样一口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试看啊。哎，灵个，哎，王姨啊，这根本是第一了还是海的？这个要闷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比米的，你心急不够就挖死我去。这个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啥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要再酱油噻，这个重新再来。还是谁都在海参分吃过，晓得吃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真吃海参，吃得越来越多。啥记得我赢我当离门开心，晓得今朝的鸡也好不过，自家是空心奴婢，空心奴婢实际上好鸡吃不多，一吃容易醉。
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·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冰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31-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。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，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·1去哪里 ？TV 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各类美食餐饮、广电青少年培训中心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 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小菜当当的，那现在等到第当中，这个王姨啊，我浪场上，西路台浪向，踏踏铺木给他大海我打拿起来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哦哟，王姨啊，那个炸鸡个味道确实不错，哎呀，这个王先为是太前到在南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这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的就是个炸南糕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么子你说人家20个，丰富。哦，太丰富了。对，椒海肉、粉丝、白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啦，啊，我还有更加丰富的啦。你还有比我炸南糕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得要清洁。第1爬下红灯贴大牛，第2碗又见鱼儿破皮香，第3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4碗白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。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完了，还唱了。还是看起毛吧。好了，我道菜啊，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好听，菜也是好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样唱下去呢，我去呢，第二个人。做嘉宾，你叫啥子刚来做嘉宾吧？你这歌名是要换了，要换成个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 C 里向有点差。对，那个来讲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平台还跟你回答自己。我来做啥个节目呢？我来做节目还看完。三线里向个3万事情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灵的是吧？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看去噶。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。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流行的闲话叫私人定制。私人定制，对，所以讲我跟你讲，再实惠，
那过去辰光侪叫底下头人，童儿啊、下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社会呢，现在是做啥事体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哎，做厨师没放个实惠呢。哎呀，做厨师愿意撑得多点。除脱工地之外，你为啥吃得多点？还要烤鱼啊！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厨师，那电视剧里头他是有厨师啦。看节目啊，翻动起来。鱼部分，就绝大部分是发回来。当然，特别是过去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，做厨师，你背三个人做裁缝，背也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不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。搿些辰光背也扛点鱼的，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，读书人你也想开店。结果觉着读书唔不出头日脚，我也来开爿店吧。结果呢，开爿熟肉店。熟食店。熟食店。那么结果你硬的，这个三熟菜的师傅一年到夜烤鱼，你做么做不来，又杀快。结果呢，还是清明节日，也是2只肉日。你想我自家去蒸好，我自家动，看你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买这一大块五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。一方，这样做你一方开个，44块，开下32块，32块，你点下1.5、1.10、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啥吧？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热气糊汤，香气扑鼻，全部烧好，拿出来，来看吧，别想我来看一看，掀开来1、2、3，耶，点下来它是32块呀，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，湿哒一毛么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，每块来切开个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厨子师傅啊，根本还没呢，帮也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，没办法，回到房间里向。那么我个气啊发泄出来呢，哈呢？对，去拿纸笔写书出来。读书人学问还是不错的，叫啥一回而柔，一岁大于书，4句。那小法子呢叫出兵32，出兵的辰光32个兵，收兵16伤，就是32。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。哥哥3岁伤，晓得没前面的，又得来再上来发泄着。所以讲这个厨师在哪里烤鱼，特别搿种3厨房里向是专门帮蓝牙、太太、三家、公子专门订做个菜的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是得好吃。搿种厨师更加还烤鱼，机会多点的。更加漂亮。接下来各位厨师在也烤鱼的。哪个厨师也烤鱼的家？那啥来教？啥来教烤鱼的，不是为了自家。为做啥呢？为是大把呀。这个，搿是大把好的魅力，我相信。大把好八大金子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搿是我相信，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自由去把了大把好吃的。哎，是个样，那单相似。对。好，一道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3线厨房实行。但是这个屋里见实力，手里个小菜是吃，叮怒水呀，见是不菜的生炒肉丝，炒的弟能味道特别鲜，想让太太来这个欢喜吃。但是给两人的实力呀，心事重重，为啥呢？里口中心美的河岸，哎呀，面孔点起好问号。经常想要点个菜，就是不菜的生炒的肉丝。高些个实力抢救了笔本，准备出水。出水做啥？烧些菜碗。一大份的肉丝放在旁边，鱼窝里向鱼菜做起，早把你硬上挤进去。但是刚刚点微分扬了，一只水压力一搓，另外一只水菜单一拿。随真巨个样子，准备炒肉丝菜。啊，是嘞，这。哎呀，啥子活啦？真是。那么，小弟在此，这香也离了。
放个外婆肉。哎呦，这手里看我的嘞，眼睛迎上去。那么手里呀，那水里罗宾菜得了嘿呀，那个菜得要放他个娘，到手里太阳镜打上来嘛。哎呦，不够打，那胃里在吃它喂个菜得里呀。不用看它。哎呀，你这不地方放一放。是。哎呀，你走一些娘。好的。眼睛拿着灯子通过来，不过放着离开这里也有点。做啥么？那些烧咸菜啊，鱼里个鱼吞起来，哈哇呼个喉咙，哎呀，不受得讲。哎呀，你走啊！小弟刚受了啊！也就往里边浪向一走。哎呦啊！哎呀，姐，今朝你到这的嘞？是啊。平常不上菜。因为事已出了2个题目，命2位公子不做文章啊，他们做不做文章，叫小弟弟来东拿饭菜。说了出了饭菜嘛，将文章要杀出来。呀，西瓜的，你看我到底不出你也多杀出个来。分账我动南京想了呀，是吃子才不能杀得出你。他们是这样讲的。你都是的。你都是多的呀，我看你呀，不是2个多的，等了2个多的一的，也够上的多气在。又不伤风了，口水刚够个。是啊。哎呀，今朝随便拿到你带来试试。好啊。可你平常忙得嘞，大概打半子饭菜这样菜菜。西方中事情太多了。哎呀，真今朝还几位？好的。哎呀，我啊，听那个配音。你想说收罪人哇？是啊。小弟乃是高手绅士。收罪人啊？哎呀，切的嘞！巧什么？那手里还是收罪人呀？我们2人倒是同乡啊。他向你购置，这2个人讲着对句，讲你话的你落啊。是啊，这倒是巧的。哎呀，这么收罪是了啥玩好呢？收罪是了大话，不可老实讲。我是在参观为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哎呀，切的嘞！巧什么？那我怕是了山道上野蛮龙口。我把你进乡邻哇。我们那是乡邻。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？我叫唐英呀，满特了海。小弟们叫康秀。康熙，哎呦，这个名字好听的嘞！康熙嘛，是龙康的康了，西面的西家。那不能想出来叫？是的。哎呦，这名字你好听开口。那今年也几岁呢？也是要调查户口的。小弟们今年18岁。18岁呀？哎呀，切的嘞！那有巧个叫？你巧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说的还是18岁呀。那你同岁呀，同岁。那么你啥辰光生日呢？也是那爸不是，那个生日，小弟们啊，3月15，子时节生的。3月15，子时节生。哎呀，那个真切的嘞！烦得那个哪？又切什么？我还是3月15，子时辰光养的。好。这样切日。当你一只手上来的。一早上搿只啥个手讲？姐姐，此乃什么手啊？哎呀，当你一只对生日上来的呀？对生日哎呀，婆婆啊，我看你来做饭菜呀，最精最出，跟上节日说的语言之讲。别个负责再上脚。怎样？这样了我，馒头都挤这个好样，把你做这一双鞋子，送到你房间里放在那个上了。俺奴说讲。这个啊，我房间里一双鞋子不摆了还，弄啥个？不过我当时阿哥弟兄记了我的个，所以呢手里有种子帮我扎个，对不啦？说是分我上里不考我个。姐姐啊，小弟拿到的。拿到的。那么你俺这个你？这是分扎个，出过的。这个的？出过的。我想要去偷东西。不打。可惜呀。不是呀。不是呀。哎呀，切的嘞！我最刚才这样头记嘛，旁边一个朋友忙起他也光乎的，
啥个嘛也忘记掉，何止这个鱼也管好人呀！上次何止飞滚把他们搿啲鱼，巴啦啦啦啦啦，起起滚，美美滚，没有轻易的。搿个大家有体会，搿个么子还管好啊？一管好么实地不来好口，杀上头何止的忙上头，砰一碰后面，大把后一口嘛，哎呀哎呀这不可以后做了呀！哎呦，这我了黑了呀！你看。搿10里3三菜搿是不好改，他是忙一个忙起的红一来，不过你不慌不忙追过来，起个好改，马上里胖一改，那模样多一块布嘛布，只听见里向扑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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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死！搿点鱼啦，本当要产肉丝个呀，哪是个鱼藤烤不来海在？但是你唔把我给掀开来，没布挤出来，咔一咔勾定3个鱼，重新踩下去。这里一口嘛，哪不能追开噻？后来样子呀，真就红后山相思，到底呀对不是香呀？不过刚出一想嘛，我们也是想猜的。我我应过了比拉嘛，这心里哎呀不舍得家。哎呦，哪是实里搿两只眼睛望着？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，对个和兄弟忙忙。对个和兄弟妈妈，再对鱼里向搿点鱼口口。哎呀，个女人要发火气的哇！再等我去的现在我晓得成功了，这个娘的这种思想山吧，比比呢，是立起身来又想往外头出去，大人刚刚到门口。这听见背里受得来，咣一记大龙，流来哒哒，推吧！这你这么个嘛？说那我来个什么？对pan围过来一口嘛，哦，手里的菜肉丝，老公挂上声音的菜单上来个，哎，手里呀，你的菜肉丝拿老公挂上声音的娘，可不手里个菜肉丝真正好本事。非得差得好，归于名堂了呀！你一口嘛，鱼里个鱼粗不都子，一头份个肉丝啊，马上我这里踩下去啊，咣，就一记大龙。流来不慌不忙，一只水盆眼里一戳，另外一只水菜刀一拿，张面嘴上先来两起打勾，哒哒，推咣，肉丝飞出来，咣，肉丝飞出去，咣，对起咣，东起咣，对起东起，对起咣，对咣，哟好啊！肉丝这次差好些。我这鱼蛋里。哎呦，啥嘞？10把菜单菜肉丝，是吧？本事蛮喊个哇啦，有得这个。我俩也是肉丝，10把鸡也能菜得少。哎，对个，哎，所以实际上是一个3个啥类？是吧？例如人家实际上第海个厨师分鸡来，谁是鸡来个啥类啥菜？哎，这个名字起得哈。哎，10把菜单，菜到一个名字蛮特色个，是个。哎，对，我所以讲一个菜，一个名字也蛮要紧。菜名蛮重要。是个，有一次我在130饭店去吃，哟，一看个名字。山青青的湖白娘娘，山青青湖白娘娘，哎呦，搿只菜，搿个啥个菜呀？我眼睛感觉蛮美个，我眼睛点下去，而且高头也不贵啊，只有6块洋钿。搿是便宜。哎，我20钿，名字实际上听来只有6块洋钿。山青青和湖白娘娘3个字得了，你只要6块洋钿，啊，只有9块洋钿一个字。这搿只菜实惠个，一点结果端上来一口。3葱拌豆腐，3葱拌豆腐，也是葱不青的豆腐嘛，白个了。对，青青和白娘娘。我还讲一只菜为一听而白个搿个对，搿种相同出来个名字啦，蛮多个。那么，但是往往侪是起一个汉的感觉，拨人家侪是还是来点搿只菜吧。对个。那么呢，譬如讲还有独角虾。独角虾，搿些辰光到乾隆皇帝也偏带的。独角虾是好这一只家。哎，你看我是搿光乾隆皇帝说我到洋上下来吃么只有8只脚个好。你那有独角虾1只脚个好家。那么关只点搿只菜，结果人家第3年拿上来一看，放外头。一个第3年，一个呢吃搿个独角虾呢，伊来看呢还是有一只骨签辣海个，一根牙。哎，这有点像个。叫独角虾。哎，对个。所以一种呢比较有趣味性，但是有一趟我上当上桌。哦，我去吃，哟，
我看见搿只菜眼睛门头会得一亮的了。啥个菜啊？我正好无从点菜，因为点菜是真再难的。翻得来点来点去，结果搿只菜引人注目，4个大字：中国足球。中国足球啊！我说中国足球。那个是菜啊，不是蛋啊！你说蛋讲的足球呀？中国足球嘛，我老师还会得，要么狮子头、鱼的，对，或者么乌龟的，或者么啥个？我中国是鱼不隆咚的，搿飞去过里吧，或者点不高的也不贵。是的。也只有38块洋钿。38块。我说38块吃中国足球这么宏大一个主题啊！哎，不是，那边第一只，就当当当送上来，一看嘛，想不落。啥么？来晓得啥个菜？不晓得。臭豆腐炖夹子。臭豆腐炖夹子。真假？那还得我去看你节目啊，不国家队的人，有国家队的人看不来自家动一动脑筋。我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搿道菜也换名字，中国足球。那啥么子啥呢？香椿头三夹子。哦。香喷喷的夹，香夹嘛，一只只有0。香喷喷的夹。哎。假使摆在中国足球身浪向，不是香喷喷的夹，那个只叫香港夹。哎，真开心，真开心啊！但是有一只菜，不是一只菜一台硬脸，因为我最开这个欢喜看菜人漂亮，我就点下来。这个你一样看人漂亮了，总归多看两眼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那个菜名漂亮，我当然也给漂亮个点。结果有一趟，关菜也点硬脸。我一看上头有种啥个酥嘴冤枉了，啥个是大白话，我不点。结果看见一只心痛的感觉，心痛的感觉，我心啊跌起来的。这个我们私人话，你个很浪漫，哎，很浪漫的，很小资的，是我们文化人，就很高的呀，艺术家，我看80块，80块，那么啊，口气沉瑞，哎，我还，那么我就讲来，第一只硬脸，心痛的感觉，好。服务员下去的，钩子一些当，一只盘子拖上来，我一看，一瓶白开水，我想我烧个海个白水啊，我烧个那种渔民的水一杯个嘛，我品质一品，不是水，水是开水。哦，服务员过来，上车特子。先生，那哈，你按上车特，分上车头啊？还是该杯白开水啊？是个，那也80块的了。这个先生，这个是极其普通的一杯白开水。为什么80块呢？你讲，为什么80块？我这杯饮料叫啥个名字？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。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滴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6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屉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心痛的感觉，那么朋友啊，我问你，现在你拿了水里向80块吃白开水，那是啥感觉？我心痛得不得了哇，也是心痛的感觉。哦，你哪一回事？80块啊，你吃杯白开水，是要心痛的呀。你背不了你错的，你前头已经打你讲了门子子，心痛的感觉，80块吃白开水。哦，是啦，每一个菜名真的是名不副实，是欺骗人。对，不过。名不副实的还有了，为啥个呀？所以说下来也请大家看个节目。啥个节目？那么真正将名不副实的名字起的，正是它当中的干点心。那个名不副实是海星的名不副实。那在那里干点心是请来吃点心了，不晓得搿样物事是根本不好吃的。高实离神。为啥呢？因为陈菜我山子啊，你是个姑娘搞。对个啊。
实讲石洞里的珍珠穿松宫的拜塔，送拨了呢，也没把面子叫。而且嘛，父亲自尊心较强了海，那哪拿得进呢？咁呢哈呢，在摊头不能吃个物事，哎，公的点心。哎，咁么现在来看看珍珠塔丁粥。周定爷的现在得跟过来嘛，提高不浪浪喊，阿姨的凄美动声，女子为与画家，我为与喊我了。放心了，跟着我就回来。听见有点声音，阿姐讲有闲话，哦，晓得。我走得匆忙，连一句闲话来不及讲，现在想着所以再出来，这个我在听。要进来人，嘟噜身体在走，姐姐，小弟回噻。哟，爷弟，女婿们会与画家，肯定要进来来看呀。这场面孔看的是眼睛关，姐姐，什么事情？爷弟来。你们保重身躯为第一，太平盛饭太平盛，该的心一路要履神。一本正经勾出来，只有两句啊。我们当心啊，勾的心啊，礼仪呀。懂。刚才脑子里把点心，我想都分享，不出声来嘴巴，那么厉害。不是要想他，你哪想？你看想哪想？想三个字拼起来，一个言语言，一个身体的身，为一个擦称的称，言身称并起来想。你脑子不让没事，身体马上吹脱，随便个言。称叫他，脑子不人讲没事，不想不人讲是要他，对不对？想啥子哇？都是姐姐，即使该的心一般。现在对你看看，我不是来谈是阿姨的，你误会我意思嘛？我只还再讲一遍，一的。啦，哦，刚才是开个头，路上当心啊，各地什么礼仪啊，那礼下来嘛，正式要紧下来着，来到毕恭毕敬，是，姐姐，那。你们皇城虚路迷你扎。一滴风霜也爱起身，该的心扎外也绿身。给你看看我小姑子呀，那一来人，也比我想的不够慎重，对不对？再想想，我来听中多声音，心里不牛了。想出来我还听，都是姐姐，即使我大一把该的心，都是，现在听得出来是让我是要问，你我是要的还分明白，你分明白，我再讲一遍，一的啦。浪家西沟头，月明是最美莫上映，该的心大去也绿神。看上去没啥大问题，对吧？是答应啥？是把出来对吧？哎呀，不睬我啊！哎，你不睬我，神经分明白哇！
那是我刚你不放心，得跟过来，一的。起居饮食你精神，既然问把事嗲定，该的心里千万要虑神。放弃猜不猜？坏了，忙这么一把，现在一看啊，我说个应该我噻，你也应该我嘛，我咋在了一边一的啦。你们两的不可都得过。灵应基地要分明，该的心里时刻要虑神。放心听到个他们动，王不放心，师不放心，这把地心是把我娘，非要把我搬到这往里吃掉。你听呀，两地方小时候啊。为啥一个人过路这个辰光不大容易觉得肚皮饿，说不定身体心一定了，容易觉得肚皮饿，然后别弄把点心吃得死。那么对你妈妈来放心的笃定，这把点心哪怕水特吹特买特来特，我说大做就不吧。哪怕我肚皮饿不得了，网上说哎出来，我不吃。那那个心。姐姐，放心就是。小弟把这把该的心好于一比，比说后来，好比当年罗浪为君，贵奉此亲。三国年间，东吴有一个美人叫陆贞，有一次去参加个宴会，台上看见橘子你拿两只扛在身边。临醉的辰光，大姑娘隔壁一拱到底，不当心嘛，两只橘子不落落得出来，当时场面非常尴尬。那么陆贞讲，我娘顶欢喜吃橘子，现在生命了床浪向，我看见鱼嘛，打两只，想敬我娘，大家肃然起敬。哦，大小子。方清为啥用这个点呢？就是讲来把点心，我像两只橘子一样扛在身边，扛得太平庄，想起我娘，哪种来放心路啊？现在带你看看，真正平安无事，得到太平庄嘛，真的叫想。哎，观众朋友，连续4个礼拜6，记得大家一来是吧？来自蛮多。有关吃个是吧？饮食方面的，哎，吃个话题啊，那么吃个三话啊，回应呢欣赏者很多有关吃个平台，哎，真个蛮有趣个是吧？对。那么这个节目呢也告一段落。其实有关吃个话题，吃个高头会很多是吧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。是的。哎，观众朋友，这一路特别节目14两个平台，但今朝呢全部结束者，感谢那个收看，也谢谢3两来做客，谢谢啊！观众朋友，再会。再会。这个参考平台知音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路特别节目。今朝呢，就特别请来3两来做客，3两辛苦呢长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6呢，就在带大家聊关于吃个话题啊，欣赏呢关于吃个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的上面一期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起来进入今朝的14浪的平台。其实饮食文化当这个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，也开始吃着，刚养出来
那么1个月满个这只是噶？另外呢，2个号头嘛上满个，100日天嘛叫8日转。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成人礼只是噶？他去大学也小司仪，那么吃着。代理嘛也会拿也吃是噶？大学毕业也吃。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那么再新婚，再办三头吃。结婚吃，那么养生吃。我留了20大岁。60大岁，周岁过生日也吃，50大岁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去的，搿嘛也吃，我也吃，吃搿个哇，豆腐饭，人家别避讳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所以你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，到去也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只要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着呢？对个，所以讲你啦，搿闲话啊说得好，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2桩大事体，一个食吃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了，不是色哒哒的，色这个色呀？喜欢美好的东西。颜色的意思。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事体大不过一个吃。是个样。是个无嘴不成言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杯呀谁吃了嘴。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。也当想当着，夫妻嘛不和着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亲头点，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有啥经验推了？那我个表兄廿3个呀，你也欢喜吃嘴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2个嘛，最起码衣裳嘛脱了，起错浪了啥，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讲聪明，那晓得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得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还晓得哪哈？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往床浪向玩上去，就是困得一半，让打昏的味道，突然之间。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我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高嘴巴巴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也好了。要是觉得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，也像马三门吧，食是鸡美，悲是鸡垮。高嘴巴万分开口，搿最句谁开口？你讲啥？高话头浪什么我？你落到那个女人，给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高嘴巴，东儿啊、丫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社会呢，晓得是做啥事体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做厨师没放个实惠呢？哎呀，做厨师鱼称得多点，鱼特工地之外，你为啥？吃得多点。这个烤鱼啊！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厨师那电视剧里的他是有厨师啦。看节目啊，翻动起啊，鱼一部分，就绝大部分是不会的。当然，特别是过去因为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，做厨师，你办3个人做裁缝，半夜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不得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，搿些辰光半夜靠点有的。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，读书人，你也想开店。所以我觉着读书不出头日脚。我也来开办店吧。结果呢，开办熟肉店。熟食店。熟食店。那么结果你硬呀，这个3熟菜的师傅一年到夜烤鱼，你做么做不来，又啥块？结果呢，还是清明节日，也是2只肉食。你想我自家去蒸火，我自家动，看你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麻子一大块5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。一方，这样做你一方开个，16块，开下32块，32块，你点下150，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3包，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热气糊汤，香气扑鼻，全部烧好，拿出来，来看吧，别想我来看一看啊，掀开来1、2、3，哟，掉下来的是32块呀，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，一毛么，哼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，每块在切开烤。个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厨子师傅啊，根本还没呢，当面还不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
没办法回到房间里向，那么我个气也发泄出来呢，哈呢？对，去拿纸笔写书，写出来。读书人学问还是不错的，叫啥？一回而柔，一岁大于书，四句。那小法子呢？叫出兵32年，出兵的辰光32个兵。水兵16伤，完全是32年。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。哥哥3岁伤。晓得没前面的。又是又得来再上来发生着。所以讲搿个厨师在让你考虑，特别搿种商业厨房里向是专门帮蓝牙、太太、三家、公子专门订做搿菜个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是得好吃。搿种厨师更加还考虑。机会多点的。哎，更加尽量。接下来各位厨师都也考虑个。哪个厨师也考虑个叫？那啥来教教？啥来教教？考虑的，不是为了自家。为做啥呢？为是大白虎呀。这个，搿是大白虎搿点魅力，我相信。大白虎八代金盏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搿是我相信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资源去拨了大白虎吃个。哎，是个样，那对相似。对。好，一道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3线厨房实行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。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一去哪里 ？TV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各类美食餐饮、广电青少年培训中心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小菜当当的，那现在等到第当中这个王姨啊，我让厂长去拿台浪向，他扑我搿只大海我打拿起来，拱。哦哟，王姨啊，那搿只鸡个味道确实不错，哈对。哎呀，搿个王先为是太前头在门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搿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个就是搿只南糕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物事你收最人家20个，丰富。哦，最丰富了。蛋酱、海肉、粉丝、大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啦，一定是。啊？我还有更加丰富个啦。你还有比我只南糕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得要清洁。第一碗爬江红灯铁大牛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壁香，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，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还有了，还唱了，还是看节目吧。好嘞，我刚才啊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好听，菜也是好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样唱下去呢，我去呢第一个人。做嘉宾，你叫啥子刚来做嘉宾吧？你这歌名是要换了，要换成个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声里向有头茶对，那个你叫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并来还跟就会得自己。我来这啥节目呢？我来这节目还看完。3线里向个3厨房实行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另外了。
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开句个，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，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乱眼闲话叫私人定制，对，所以讲我等来讲再实惠，那过去辰光侪叫低下头人，不错不错，搿个人不干，哥哥，这个是婆婆长，季节婆婆长，还应该。不错，才能，我的个啥？这个是金链条，淑芬，那叫丽丽个，对个，金丽丽，好听蛮好听，确实唔少接地带爸爸。哎呀，王姨呀，那哈，你到厨房里向洗子师傅，弄么子弄得不清爽。啥火车？那没喝到南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鱼了还？啥火？那搿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搿来内元本在。那个？搿个不是银油，搿个是海参。海参，我当你言语个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个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啊！上课啊，大鱼分吃过了。王女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个满足块，难给打客气。用个2块，请没请我吃咸鱼，搿头面记得送的断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个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啊，买这个2块啊，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见得了的。我2块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。不错，不但挖着，这样一看，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试看啊。灵感，王姨啊，这根本是第一了还是海的？这个要问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便米的，你心急不过就挖死我去。就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上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要再酱油噻，这么重新再来。还是谁都是海参分吃过，吃得起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进吃海参，吃得热了热的。啥记得啊？我引我当离门开心，晓得今朝的酒也喝不过，自家是空心奴婢，空心奴婢这样种好酒吃不多，一吃容易醉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。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香，健康有道。4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冰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-9500-6531-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有些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那个中主人别来管我，等我滚开去。你搞起来一听，感动是感动不叫这些，我个女人，哎呀，有良心啊，忍不痛。一声不响，重新把在床浪向困觉。等到早浪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鸡蛋、牛奶、蜂蜜。拿过去，或者来个啊，起来吧，还是来吃牛奶吧。他们的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
感动的泪水。你讲一种人就不晓得啊，哎，来自于为吃借酒吐真言，哎，好像自家是吃台子嘴瓜子，个真爱话，我心里想追我家猪，你到外头个女翻来打我饭，哎，种人是的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节日也吃不同这个嘴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嘴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哎，你讲的是该。那么，先两接下来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，是有目的的吃。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哎，喏，一只节目就是灭金凤，哎，南沟为美。对个对个。你想想看，做美嘛做美，哪会得用南沟来做美？咁但是做啥呢？在那里做美人嘛，你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美人过来，是不是？该讲人讲么喊电器，该讲人讲么啥个电器？你那南沟会得做美人？哎，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美方式比较奇怪。对对对。那么一台来看一看。好的。往昔我西西山青德地当里，南房里向八句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盆一路过大雾海海。不是往昔你个良心特别好，你那有手举了啦，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海个。当当的都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鸡。吃到现在分吃上，那么现在一个也清，一个是也吃，就一拍一名目。谁都知道一台是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女啊，那你个？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，是蛮嗨啊！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爬到地旁，风拉入后台，哦哟。老身个黄头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寻人口。是的。当中，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讲，扒了还太长一等。南菇啊。南菇。哎。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风么？拿吃法子呢？领导。盖头小摊。啊，晓得。我盖头晓得。哎哟，王女啊。搿只南菇啊。是个。南菇好么子？你新朋友啊？是哇，那口里向太后蹦蹦沙，哎哟，沟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还在东街那口。上口。哦，上口啊！哎哟，这个王渣渣的啥名字啊？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呀。最才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哦。这个油不溜兮兮的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油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是个。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椒歪神，难得在一口才空心都比这样种好酒，吃不多，一切容易醉。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香，健康有道。6月25日到5月5日，知蜂堂小蜜蜂5.1关爱计划全面启动。活动期间，知蜂堂蜂胶、活性蜂王浆、法国胶原蛋白买3送1大抽兵。同时，苏州大市范围内持劳模证购买知蜂堂产品者，额外再享受买赠惊喜活动。知蜂堂热线67779500 65318586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。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。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标
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这个5.1去哪里 ？TVCity 影视城8000平方米家居智能展厅率先开业，带来前所未有购物体验。6月份开始，影视城嘉年华各类美食餐饮、广电青少年培训中心1000平方米全球最大电影剧目也即将陆续精彩亮相，快来 TVCity 影视城。所以西路小菜当当那现在等到第单说这个王姨啊，我让厂长去我台浪向踏踏铺路给他大海我打弄起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哦哟，王姨啊，那个炸鸡个味道确实不错。哎呀，这个王先为子太细，都在门啊，真个花足功夫啊，这个菜是实质个啊。我最欢喜的就是个炸牛糕。对个。不是，里向个么子你收收人家20个，都是啥？丰富。哦，是丰富了。蛋酱、海肉、粉丝、大菜，你想，哦哟，我刚才是他舌头刷也出来的。是了，一定是。啊？我还有更加丰富的啦。你还有比我炸牛糕更丰富的菜？来，听开始啊。我带要清洁。第碗爬下红灯铁大牛，第2碗又见鱼儿破皮香，第3碗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4碗白菜香干炒千张。没的。丰富啊！还没唱完了哇？对，还有了哇？完了，完唱了。还是看节目吧。好嘞，我这菜啊听懂了。听懂，我全部听噻，也是好听，菜也是好吃。那么，但是我想办着啊，就是你这样唱下去呢，我去呢，你点一个人。点个刺激吧。你叫啥子刚来做嘉宾吧？你这歌名是要换了，要换成个舌尖上的月节。那个好文水里向有头菜。对，那个你叫我来做嘉宾呢，你就还是应该舌尖上的并来还跟就会在自己。我来这啥节目呢？我来这节目还看完。三线里向个3日房事情。哦，各位属灵的。啊，另外啦。搿辰光个大人家真个看剧噶。厨房分大厨房、小厨房，大厨房嘛就是普通的，现在讲起来员工食堂。那么小厨房呢，现在新法再流眼闲话叫私人定制。预改。对，所以讲我等下讲再。来了，唱个外婆茶。哎呦，搿手里看我的嘞，眼睛迎上去。搿么手里呀，拿水里拿饼菜得了海呀。那个菜单要放脱个娘，到手里脱眼睛打上来嘛。哎呦，不够打，那胃里在吃它喂个菜单里呀。不用客它。哎呀，你这不地方放一放。是。哎呀，你走一些呀。好的。眼睛拿到凳子通过来，不过放着离开这里要有点。做啥么？那些烧点菜啊，油里个鱼吞起来，哈哇呼个喉咙，哎呀，不舒得讲。哎呀，你送啊！小弟刚受了啊！也就往里边浪向一走。哎呦啊！姐姐，今朝你到这的嘞？是啊。平常不上场。因为司仪出了2个题目，命2位公子不做文章啊，他们做不做文章，就小弟弟来多拿饭菜。除了出了饭菜嘛，将文章要杀出来。呀，死光的！你两个到底不出你也到杀脱个嘞？分账么动脑筋想的呀？是。吃死谁不能杀得出你？他们是这样讲的。李都是的。李都是到底呀？我看你呀，否则2个大队等了2个大队一打，也够上的多气在。又不伤风了，可水讲够个。是啊。哎呀，今朝这边拿到你台台来试试。好啊。可你平常忙得嘞，少给他布置饭菜是样菜的。水房中事情太多了。哎呀，真今朝还几位？好的。哎呀，我啊，听那个配音。
两只收罪人哇？哎，是啊是啊，啊，小弟乃是高手绅士。收罪人啊？哎呀呀，切的嘞！巧什么？那手里还是收罪人呀？哦，我们两人倒是同乡呐。嘿，他乡女故知，这两个人讲着对句，讲你话的你路是啊是啊，这倒是巧的巧的。哎呀，这么收罪是了啥玩好呢？收罪是了大话，不可老实讲。喏，我是在参观为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哦，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哎呀呀，切的嘞！你巧什么？那我怕是了山道上野蛮龙口。哦，我把你进乡邻哇。我们那是乡邻。哎，那么你叫啥个名字呢？我叫唐英家，满特了海。小弟们叫康秀。康熙，哎呦，这个名字可听得嘞！康熙嘛，还是龙康的康了，西面的西家。那不能想出来叫啊！哎，是的呀，是的。哎呦，这名字还挺开口。那今年也几岁呢？也是要调查户口的。小弟们今年18岁。18岁呀？哎呀，切的嘞！那越巧个叫，你巧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说的还是18岁呀。哦，那你同年吗？同岁呀，同岁。那么你啥辰光生日呢？也是那爸不是，那个生日，小弟们啊，3月15，子时节生的。3月15，子时节生。哎呀，那我真是切的嘞！烦着那个呢？你切什么？我还是3月15，子时辰光养的。哦，这个切是。当你一只手上来个。一早上搿只啥个手讲？哎，这讲子内什么手啊？哎呀，当你一只头上是哪来个呀？头上是哦，哎，瞧。哎呀，胡子啊，我看你来做饭菜呀，最精最出，搿上脚是说的有样子讲。别个否则再上脚。嘿，怎样？这个了我满头都挤这个下样，当你总是一双鞋子，送到你房间里放在那个上了。俺奴着讲。哎，这个啊，我房间里一双鞋子补摆了还拿着的，不过我当时阿哥弟兄既然不得的，所以手里组织帮我扎个，怎么啦？说是分拿着里不考不个。姐姐啊，小弟拿到的。拿到的。咁么你按这个呢？这是分这个，出国的。这个啥？出国的。我们想要去出动车。不打。可是呀。不是呀。不是呀。哎呀，切的嘞！哎，我最讲的这样头记嘛，旁边一个朋友忘记他一光火的，啥个朋友忘记的？好似这个鱼呀。金凤哎，南沟为媒。对个。你想想看。做媒嘛做媒，哪会得用南沟来做媒？咁但是哪做啥呢？那你做媒人嘛，得应该三个萝卜青嘛，媒人过来，是不是？该讲人讲么喊点钱，该讲人讲么啥个点钱？你那南沟会得做媒人？哎，这个神奇的人物，所以呢，做媒方式比较奇怪。对。那么一带来看一看。好的。往昔我西西山青德地当里。南房里向八句，明灯八载之下，举盆一路过大雾海海。不是往昔你个良心特别好，你那有手举了啦，做什么口香那个浓了海个。但当时多在你的确，今朝早上起来随想吃酒，吃到现在分吃上。那么现在一个也清，一个是也吃，就一拍一命了。谁多少的一台子个小菜妈妈，哦哟，王女啊，哪你个？那个小菜的啥子不错？是蛮嗨呀！哈哈哈，那口红色狮子头八到地旁，风拉入后台，哦哟，老身个黄头啊，为啥移菜了？吃得鸡你还可以寻人口。是呀。当中，搿只油不溜兮兮，黑天没他啥个门讲，挂了还太上一的。南菇啊。南菇。哎。还吃个？吃个。没法通风么？拿吃法子呢？领导。盖头小摊。啊，晓得。就盖头小摊。哎哟，
王姨啊，搿张牛狗啊，是个，牛狗好么子？你新朋友啊？是哇，内口里向太后蹦蹦沙，哎哟，沟子里个么子在活个呢，这个冻干了。上上口，上上口。哦，上上口，上上口啊！哎哟，这个王渣渣上面呀。这个是金元宝。对，叫金元宝。对个。非常好听的来，味道蛮好的。哦。这个油不溜兮兮的。这个是牛圆啊。牛油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扭扭滴滴，团团圆圆。是个是个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个红的呢？这个是歪歪神。花叫歪歪神，难得在一口。不错不错。这个呢？八个。这个。哎。这个是婆婆掌。七节婆婆掌。哦，好听的，好听的。不错，鲜嫩。火力上。这个是金链条。淑芬。那叫力量的。对个。金力量。好听听蛮好听，确实唔少接地大爸爸。哎呀，王姨啊。那哈。你到厨房里向洗子师傅，弄么子弄得不清爽。啥火车？那没喝到牛沟里向么弄两条大鱼了还。啥火？那这个是鱼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啊，这来内原本在。那个？这个不是银油，这个是海参。海参。哎。我当你言语的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哎。海味鸡蛋长生不老啊！上上口啊，大鱼分吃过了。哦，王姨啊，我屋里向穷人，侪是用的满足块，难给打客气，用的象牙块，请没请我吃盐鱼，这头面记得送的都脱，记得轻的挖脱，这样吃个门子还吃不上去。老爷啊，买这个象牙块啊，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见得了的。我象牙块要粗盆子里摘一摘，那么记得了。不错。不但挖着，这样一看，活得了也活得了，试试看啊！灵个，王姨啊，这根本是第一了，还是海的？这个要闷呢，你自家吃的。不是让我外分来得一片味道，你心急不过就挖死我去。我重新再吃过。重新再吃过。那个？像啥带上的？要再酱油啊！我要再酱油的，这么重新再来。还是谁都在海参分吃过，吃得起。苏州城里人啊，的大人家经常真吃海参，吃得越来越的。啥记得啊？我引我当离门开心，晓得今朝的酒也喝不过，自家是空心肚皮。平台这个参考平台之音的朋友，跟上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周六特别节目。今朝呢，就特别请来谢亮来做客，谢亮辛苦队长。好嘞，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前头3个礼拜六呢，就在带大家聊关于吃个话题啊，欣赏呢关于吃个平台节目。那么今朝呢是一个节目的上面一期是吧？对个。是继续一个话题哈。对。一起来进入今朝的实际上的平台。其实饮食文化当前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对个。你想想看，从养出来开始，也开始吃只，刚养出来，那么1个月满的这只是噶。留下来2个对吧？上满的。100天吧叫8日追。那么再下来嘛，上个18岁嘛10人里只是噶。他去大学也小事宜，那么代理嘛也会拿也吃是噶。大学毕业也吃。那么再下来呢，上个订婚嘛也吃。那么再新婚，再办3头吃，结婚吃，那么养孙吃。我留了20大岁、60大岁、70岁、过生日也吃，50大岁，再后一直到搿条路上想去的，搿嘛也吃，我也吃，吃搿个哇，对午饭，人家别避讳，因为肯定也吃个啦，对个，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出来吃，
得去也要吃。其实饮食呢也是一种文化，其实是借搿个机会，大家能够叙叙旧啊，朋友之间聚会啊，其实是更加增进相互的友谊亲情，你觉得呢？对个，所以啊，你来搿闲话啊说得好，叫食色性也。有道理。两桩大事体，一个食吃，另外一个色，搿个南非弄错了，不是色哒哒的，色这个色，啥个色呀？啊，喜欢美好的东西。颜色的意思。那就是人的本性。对，这倒也是。所以呢，菜的品相很要紧。所以那样样事体大不够一个吃。是个样。是个无罪不成义。有道理。吃得菜嘛，半夜谁吃来醉？那么我前头讲过啊，最能我是最能我是，是也当想当着，夫妻不和着。但是呢，我觉着假使搿个男人有亲头点，处理得当，有辰光夫妻关系会得更加和睦，更加恩爱。有啥经验透露？那我个表兄来三个呀，你也欢喜吃醉个。咁么像我前头讲个，有两个嘛，最起码衣裳不脱了，起错浪了，啥一塌糊涂。我搿个表兄吃高，聪明。那现在半夜里向那来做面吃个，吃得半夜里回到屋里向，你也晓得哪哈？哪呀？高嘴巴困了床浪向，你往床浪向玩上去，就是困得一半让打昏的味道，突然之间。望正高嘴巴个脚浪向，砰一脚，我高嘴巴踢到地浪向呀！高嘴巴巴啷当跪到地浪向嘛，高嘴巴也好了。那西瓜子吃菜吃了，最后弄个一脚踢到地浪向了。高嘴巴唱起身来也像马三门吧，说是件美，背是件夸。高嘴巴还分开口，搿最句谁开口？你干啥？高话头浪什么我？你落到那个女人，给我滚开点！我跟你讲，我个人是有高知识，有些人的人，我要对屋里向人负责的。你这个种女人先来管我，等我滚开点！你高知识一听，感动是感动不叫这些，我个女人哎呀有良心啊，忍不痛，一声不响，重新把在床浪向困觉，等到早浪想起来，厨房间里向。鸡蛋、牛奶、蜂蜜，拿过去，或者来个起来吧，再来吃牛奶吧。他们的牛奶里向一半是牛奶，一半是感动的泪水。你看，一种男人不晓得哈，来自以为吃借酒吐真言，好像自家是吃太子最高子，个真爱我，我心里想追我高子母，你到外头个女人来打我饭，一种男人是的。所以讲，各个时期有不同的，这是也吃不同这个罪，但是不同的人吃不同的罪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。你讲的是该。那么，先两节目呢，搿只节目呢，也搭吃有关的。那么一顿饭呢，是有目的的吃。啥个目的？为了做美而吃。那一只节目就是面在实惠。那过去辰光在叫低下头人，童儿啊、丫头啊、佣人啊、姐夫啊，但是再实惠呢，晓得是做啥事体？啥呀？厨房间里做厨师。做厨师没啥个实惠呢。哎呀，做厨师鱼称得多点。除脱工地之外，你为啥？吃得多点。他还要烤鱼啊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厨师那电视剧里的他是有厨师啦。看节目啊，翻动起鱼一部分，就绝大部分是发挥的。当然，特别是过去屋里穷嘛，屋里穷嘛，做厨师，你半三个人做裁缝，半夜扛得点布的。你讲现在裁缝扛不得起了，一个部队根本没用。搿些辰光半夜扛点油的，所以有一个书生搿些辰光，读书人你也想开店。这个觉着读书不出头日脚，我也来开办店吧。结果呢，开办熟肉店。熟食店。熟食店。那么结果里硬的，这个三熟菜的师傅一年到要烤鱼，你做不不来，又啥块？结果呢，还是清明节日，也是2只肉日。你想我自家去蒸火，我自家动，可能还烤鱼了。所以个头面个读书人自家去当麻子一大块5花肉，回转来等在厨房间里自家开。一方，这样做你一方开个，16块，开哈32块，32块，你点哈1日32，那么关键就是来去3包，嘿嘿，我看你哪烤鱼，当你去5趟，
香气泡杯水布烧好，拿出来，哎，来看吧。别让我来看一看啊。掀开来，1、2、3，耶，掉下来的是32块呀。不是。3么分着，但是觉着有点复杂的，有点异样。湿湿哒哒一毛么，哼，每一块肉浪把那个厨师全部劈脱一片。每块在切切口。哎个，头面个读书人有啊，我弄不过个数字师傅啊，根本还没呢，讲没有还不还讲，车头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气嘛也出不出，读书人，没办法，回到房间里向。那么我个气也发泄出来呢，哈呢？对，去拿纸笔写书，写出来。读书人学问还是不错的，叫啥一回而柔，一岁大于书，4句。那小法子呢叫出兵32，出兵的辰光32个兵，水兵16伤，就是32。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弟弟兵不杀，哥哥3岁伤。晓得没前面的，又是有的来战场上来发生着。所以讲这个厨师在哪里考虑？特别这种3厨房里向是专门帮蓝牙、太太、三家、公子专门订这么个菜的。不讲究这个成本计划，这也是得好吃。各种厨师更高还考虑。机会都点着了。哎，更高点了。对我来各位厨师，大家考虑的。哪个厨师也考虑的家？那啥来教教？啥来教教？你考虑的，不是为了自个。为做啥呢？为是大把好呀。这个，搿是大把好的魅力，我相信。大把好发展进展，超过李明浩，胜过多教授。搿是我相信是啥类是绝对是靠自由去把它大把好吃的。哎，是个样，那单相似。对。好，一道来看下头一个节目啊，3厨房事情。但是这个屋里见实力，手里个小开始吃，叮叮怒水呀，见是不菜的生炒肉丝，炒的点能，味的特别鲜，想让太太来这个欢喜吃。但是这两人的实力呀，心事重重，为啥呢？里口中心美的河岸，哎呀，面孔憋住好问哈。经常想要点个菜，就是不菜的生炒的肉丝，狗些个实力挑就了笔本，准备出水。出水做啥？烧些菜碗。一大份的肉丝放了旁边，鱼窝里向鱼菜做起，早上里硬上煎进去，但是刚刚点微分扬了。一只水腰里一搓，另外一只水菜单一拿。随着鱼肉羊们准备炒肉丝菜，啊，是嘞，这，哎呀，啥子活啊？真是，那么，小弟在此，这下。